學生作文比賽係香港學界每年嘅重要活動之一，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擔任呢個賽區嘅主辦。呢個活動已經舉辦咗係20屆啦。我哋亦都希望通過呢個比賽呢，我哋係策劃全年嘅文學嘅推廣活動，引起大家對呢一個文學創作同埋呢一個作文嘅興趣㗎。歷嚟咧嘅活動咧個內容同埋形式都好多樣化嘅，包括有學生系列嘅講座啦，教師系列嘅講座啦，有寫作工作坊啦。有境外嘅作家講座啦，亦都有文學營。同埋全國總決賽嘅培訓班啦等等，呢啲活動咧都係希望能夠豐富校園嘅文學生活，推動文學嘅創作，讓更多同學咧有機會去親近文學，感受文學嘅魅力。據崔主席介紹，今年參加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嘅學校達到245間，有88000幾位嘅學生參與，可見呢一個作文大賽受到學界嘅廣泛歡迎同埋支持。各位同學咧，你哋咧都係喺創作路上咧都係比我行得前㗎。2位同學咧仲喺總決賽裏邊咧攞到最高榮譽嘅杏園長文學之星嘅大獎，成績咧實在係令人鼓舞。